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今日係3月13號星期四，由我羅雪賢同大家主持第2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9543萬。由於連續6期嘅頭獎冇人中，所以係有累積多寶獎金4604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143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紹下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岑君毅律師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仔坊會理事潘海林先生。歡迎晒兩位，介紹一下受惠機構啊！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於1976年成立，本着倡互助共商鄰里、育英才服務社會、展身心同享健康嘅宗旨，以關懷、樂助、方便、可靠、共享嘅服務信念，為市民提供多元化嘅社會教育及健康服務。為咗配合社會需要，該會近年開辦多項嶄新及適切嘅服務，如營辦屋邨清拆重建計劃嘅社區服務隊，開辦社區藥房，力應自行研發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等等，關顧市民喺住屋、教育及健康方面嘅需要。詳情可以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致電35505566查詢。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會見到一部六合彩嘅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我哋即刻開始第2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6。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號 ，second draw number is 4。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26號 ，third draw number is 26。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19號 ，fourth draw number is 19。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21號 ，fifth draw number is 21。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29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2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13號 ，the extra number is 15。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有4號、16號、19號、21號、26號、29號，而特別號碼係13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唔該晒今晚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係岑君毅律師太平紳士同埋潘海林先生。唔該晒兩位，喺度提提大家，喺節目完咗大概15分鐘之後，大家就可以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啦。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見，拜拜。